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果，歌恶果第二条。手骨顶半部，咱讲果，像咱讲手骨头。若鸟的是啦，顶半部的部分，咱讲实果。另外，大家做伙出钱开公司，甲资本分做一份，咱讲一股，写伫咧股票。算数啊，抑个有线的单位，咱讲一股线。另外，算餐园数量的单位，咱嘛讲股，像咱讲一股菜，一股园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甲股，代表几落个人做伙出本钱来经营事业，会当讲是合股斗股，嘛会当讲是甲几落股锁啊，抑个有线合作一条较粗的。第二个词读做拆股，嘛会当讲是退股，就是结束合作关系，甲本来股份资产摕倒转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当初大家欢喜做伙来甲股投资，落尾关系拍歹，变做歹面相看，上尾煞拆股，实在真无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